丙年常年期第28主日，彌撒讀經反省分享。早期教父亞歷山大的聖濟利錄，以潔淨10個麻風病人作為主題的講道詞。聖濟利錄說，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11至19節中，為什麼主耶穌不像對記載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13節的另一位麻風病人所說，我願意，你潔淨了吧，而是吩咐這10個麻風病人前去給司祭查看呢？這是因為梅瑟法律對於那些被潔淨了的麻風病人有明確指示，即記載於利未記第14章第2節。梅瑟法律命令他們要前去給司祭檢驗，並為潔淨獻上祭品。主耶穌吩咐他們以已得潔淨的身份前往，是要使他們能向司祭們作見證。那些猶太人的統治者常因嫉妒主耶穌的